继续来关心，近前有一对翁仔某咧做黄牛贴关介绍准备周杰伦演唱会门票。今年2月才打封起诉，即马检警又搁查出伫咧7月时阵，这对翁仔某又搁做黄牛伫咧准备 G-Dragon 的演唱会门票，一张票上济是加10万块伫咧卖。即马这个翁婿是皇基亚警检，也若看手是以15万块交保。韩国名车 GD 权志龙7月来台开唱了后，加开安可抢，过几个月，这个就发正场，按过2摆门票拢秒杀。问阿伯将咧抢，检警阁发现有黄牛动下手。面对警方具体嫌犯配合图家涉案的姓刘10个人，甲太太用机器人定息售票，相关加钱10万转卖，甲若扣来票都129张，伫内底甚至有 BLACKPINK、Baby Monster 等女团的门票。你不是2月才起诉吗？为什么7月又犯案？检2016年，这对翁某就组成不法集团，专职经营黄牛生意。顶一摆被掠失卖周杰伦等人门票，今年4月被起诉，再过几个月，即马搁做歹代。这摆先生被羁押，太太是15万交保，也搁一个助理5万交保。有写透过配对脸型相似的进场粉丝，与借用证件上的相片。让粉丝持他人的证件闯关实名验票机制。GD 伫台湾开唱，专用实名买票，暗可检验查出黄牛集团事前伫定息内底凊彩输入身份证，有缘用抢到票，有买票的人闯关成功通过检验一场。售票平台他们本身其实是有很多手段可以去辨认可能比较异常的 IP 位置，在主办方他们这边实名制的验票，可能是可以在实施的稍微更严格。加价转售案件，不管有没有完成交易呢，都已经触犯了文创法。恐怕面临票面定价10倍到50倍的罚款。台北市上线统计，这种非法加钱转卖案件，再罚超过160件，罚金超过3600万，就算政府一直抓，不过黄牛乱象依然存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